南投仁爱上农会来举办着高山帝王冬季冰剑的比赛，参赛的件数642件，上尾也是由帝王黄冰莹摕到特等奖。因为今年的冬仔茶品质进展，产量阁少，所以这个吊顶的比赛茶，人是烧钱抢要买。 今年仁爱乡农会举办的冬茶比赛，邀请茶改场鱼池分场3位专家做裁判，对着农药残留部分列为重点的项目。那我们今年的茶品质非常好，尤其在冬天来的比较冷，所以说它的韵味跟它的甜度非常的甘甜滑润。今年冬茶量虽然有较少，不过品质真好。经过3天的比赛，特等奖是由茶农黄冰莹得到。今年仁爱乡农会冬茶竞赛的整体品质来讲，纯净度跟冬茶的干韵都非常的好。今年报名参加比赛件数比去年较侪，不过淘汰率将近一半。评审提醒茶农在电源管理、野肥方面要注意。现在冬天的话，雨量比较少，那这些叶面施肥的这些东西啊，它的代谢转化速度比较慢，所以在我们的制茶期间，它容易就是在制茶品质上容易造成一些杂味异味的残留。12月11日将会办冬茶比赛颁奖甲农特产的点心，仁爱乡农会邀请乡亲老营会使去参加。